课文36，箴言第8章，着听智慧得救，聪明得出声。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，徛伫十字路口；智慧伫城门口，伫人得出入的所在大声喊：众人啊，我叫恁；世间人啊，我对恁讲。戇直的人啊，着学习精明；愚戆的人啊，着追求聪明。着听我要讲极好的事，要论正直的代志。伫创造的起头，上主先造我。自古以来，我是伊头一个创造的。伫上起头，伫创造世界以前，对极古早，伊造我。我出世的时，还未有深渊，嘛还未有海洋。我出母胎的时，大山还未受造，小山嘛还未形成。迄时，大地甲田野还未创造，连地上头一把土粉嘛还未有，还未安置穹苍，还未伫海面画地平线。迄时我已经伫遐，伊伫空中布置云彩，互深渊的水泉冲出来，甲海定界限，互海水袂搬过界，甲大地定地基。迄时我已经伫遐，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，逐日互伊欢喜。我不时伫伊面前欢喜快乐。伊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，欢喜伊创造的世间人。呾我的囝着听趁我，遵行我道路的人真有福气。着听教示来得到智慧，毋通拒绝。听趁我的人真有福气，因逐日伫我的门口得等，伫我的门边得听候。找着我的人，就是找着性命，伊会对上主得到恩惠。